因为面临三级警戒，真侪艺文活动拢激动，唔是停办就是延期，对着表演工作者还是艺术家，拢造成真大冲击。所以，伫市府公布纾困专案办公室以后，28号再次设定艺文产业，推出只有咱台南才有的纾困方案，希望将冲击降到上低。其中文化局长就表示，包括艺文场馆委外权利金的减免，以及鼓励表演艺术工作者伫线顶制作影片、市府拢相关的补助等等。那第一个方案是针对我们艺文场馆委外的这些单位，以目前在台南市文化局所辖的这些委外单位，大概有30几处。那我们目前就是针对委外的权利金会给予减免。那另外就是对于我们在上半年春季的艺文补助的这些团体，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执行，所以我们就同意延到我们的年底办理都没有关系。那如果你因为疫情而无法执行的，那么我们也会补助部分的已经支出的相关的费用。那另外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当中，我们也鼓励我们这些视觉艺术的艺术家或是团体，可以做线上的策展，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可以透过线上也可以看到很棒的这些展览。那另外针对表演艺术的团体一样的，我们也鼓励他们在家做所谓的表演艺术的线上的一些影片，那提供给文化局，我们会把这些影片放在网上让民众来欣赏，同样我们也给予相关的补助。那另外就是台南市有很多的这些独立书店，非常的具有特色，所以我们也鼓励这些独立书店针对他们的选书或是选物做成影片，那么我们也会补助他们导读这些相关影片或物件相关的费用。那另外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创作者，那利用这一段疫情期间，我们也鼓励他们利用他们的专业跟创意进行不管是剧本、剧场或是舞蹈或是音乐等等的这些创作。那么我们每个案也补助上限新台币20万，来鼓励这些艺术家在疫情期间那不要停止他们的一些创作。另外，台南是观光城市，所以观光旅游的相关产业拢是重灾区，所以市府嘛宣布，包括旅馆、大房业者100成的定价补助，等3大防疫纾困。真侪嘛拢是限定台南才有的补助。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一个规模、营业的规模旅馆跟民宿，那不同的营业规模用房间数来认定那我们有2万、4万、6万、8万总共这样子有几个集聚来给予这样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补助那如果是我们的防疫旅馆的业者，我们防疫旅馆的业者现在目前还是继续在帮忙我们在执行很辛苦的第一线的勤务那当然他的备品耗品会用的更多，所以呢他会有这样子根据他的一个房间数的一个提供，我们会给予他也是这样子等倍的一个加倍的一个金额来补助这是案1。那纾困方案2呢是台南好给力这也是市长的一个创想跟一个思考我们针对这个纾困贷款的一个利息补贴只要是能够获得核贷的金额，我们给予0.25%的一个利息补贴那这跟中央有什么不同呢？中央的部分就是大家也知道它必须要有营利事业登记证或者是税籍资料，这样子它才能够去申请观光产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那个贷款的一个利息补贴，纾困的一个利息补贴对此，市长强调，包括民宿、迪拜再开店业者，中央无法度补助部分，市府嘛愿意补贴。有几个是台南限定的，包括中央的政策没有办法帮忙到的观旅业者、旅宿业者像民宿像那个观光管罚。什么叫观光管罚？就是做竹筏来游这个西湖的这些业者他们没有办法从正式的银行获得申贷，说必须要用信贷。信贷的话，中央没有办法补助在那个区块，那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比较这个帮忙不到。那但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愿意帮忙他们负担一些利息的补贴。当然，所有艺文观光相关的纾困加补助方案以及如何申请，市府表示一定会尽速公布伫网站，同时嘛会先甲相关团体联系。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